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啥物？咱来读这个1984，安尼读来要读完安尼，无简单。所以这精彩啦。所以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所以大家朋友恁有兴趣啦吼，网参考安尼。好，一寡连结，我会使配合迄个啥。台湾笔盒这个戏出伫咧 YouTube 顶悬会使找到，因为小说伊所讲的迄个背景，甲台湾迄阵做白色恐怖要讲安尼，所以大家来拢参考。好，所以顶悬这个连结就是台湾笔盒这个戏出的连结，你有兴趣会使拢参考。当然，你若咧 YouTube 顶悬找，再找到真侪资料啦，拢参考看卖啊。然后我搁来搭一寡其他的连结，然后叫网定角，拢参考。有一个香港人伫咧讲即个1984即个小说。当然，伊迄个我无确定伊讲的时阵是倒一个戏出还是电影，因为我看伊分享迄个画面，敢若是一个戏出，毋是 animation， 毋是漫画，毋是动画，是敢若真正有人伫搬演的，所以会使拢参考。然后进前有一个罗马狗15号，甲迄个台湾笔盒内底有一段情节是要讲，我感觉嘛是挺好参考啦，因为台湾笔盒伊讲迄个故事是应该算整个白色恐怖较重要的迄个啥事件还是时间点，1950年代嘛。我第一头即个1984的时阵，读咧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今仔日凡事会使甲3至6读完吧，因为剩几页年，我读完了，可能读迄个《日晖闪逝》吧，因为甲《日晖闪逝》诚做啥压尾曲安尼。好，我继续分享一寡做做啥，会使学台语的一寡资源安尼。然后个啥？其实我可能就是应该爱来亲一下闹，敢若喵讲样，等下。伊若咧穿闹迄个麦克咧个关开，若无声音袂遐差。好，安尼，后手即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开花结籽。伊即个开花结籽，我就讲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所以即个算不哩精彩。当然，你若咧 YouTube 顶悬找，或者是 Google 啦 ，Google 嘛，再找到真侪资料。开花结籽，继续读落去。伊去讲到伊咧玉兰甲迄咧讲到因算迄个啥，为虾米金鸡会去收迄个松原做客囝啥有诶无遐代志，然后讲到有一个即个军人两某查某诶，然后安怎哩。3当前伫广播受训任捌飞前1礼拜诶课，对签伊是住瑞丰街仔诶厝边，就安尼熟悉起来。结婚了后，差不多1个月，拄恰有警秘书林部诶保安官去淮山煤矿事务所，讲有人检举某米人是匪谍，来问几甲伊笔录。阮阿爸当咧烦恼代志袂得收山诶时，我甲小解杨敬辉诶身份，让伊统头去说，好佳在代志真紧就收束，就是安尼才捌伊。
讲到遮，才知影玉兰嘛是因眼界的温情人。食饭饱，煞来客厅啉茶。有讲到因翁死伫金门，即阵拢靠无介绍的武术金伫度日子，甜甜用是还有够，并虽接话讲，阮囝伫做租借录影带的生意，有想要请一个 copy 影带的员工，毋知你买无？玉兰半声半随应好，并就讲明仔载叫松原甲你报实际的住所番号，去遐做工课，佮兼包食包住。认真讲，录影带店里的生意上加野的是，东西洋邀请相拍，无版权的干片，毋管老的少年的，查甫查某，拢七较兴八啊。10个人客有9个要租即款影带，毋过因拢一时歹势来，每是人客较人才来租片仔，较加嘛，互松原拢吵到暗时2、3点，要线有人要来租停影带。松原另外日时还伫食品公司发到工课，落班了后换去无用录影带，石口、深坑、石子撞来撞去，亲像干乐安尼转无休，佮拄着司机好甲会惊人，凊彩母母咧，着银票啊通买，逐年拢趁袂少钱转来。有一天，松原伫石口甲人讲生意，有小可啉甲茫茫，才驶车去石子遐载录影带。开铁门要入去的进前，有听到玉兰伫内底咻咻叫，紧尾撞到位，知影玉兰应该是伫会惊啊跋倒去，还有才调家己爬起来，松原为外口拄大条筋仔，互伊卫身躯，才牵伊出来外口会碰椅梯，看办势是骹头有乌青银花名，要免去病院互医生看。松原看玉兰一直伫软骹头有，就讲册架后壁有一罐药水，我来去摕。玉兰无家己推骹头有，等到松原出手倒药水，轻仔试，有哪说玉兰哪来哪嗨，较进前咧。小山较边啊，就是遮。松原就哪煞哪问，要用大头母讲顶下软，还是用手底啊规片揉？嘛会阁问，遮会疼袂？遐会酸无？哦，这可能也没有出代志啊呢。好，干若时间到，就转来谈咱的1984。1984嘛，算要煞尾啊，所以会使网参考。好，试完，我伫网听，我是毋知你有一本册啊无啦吼，我伫着网参考。就大家朋友有兴趣啦吼。1984这个小说，伊中文版我毋知几早的版本我毋知，英文版当然强在是一个嘛，换做其他的版本安尼。剩最后壁几页尔，继续读落去安尼。伊是进前讲到迄个什么，伊目屎闻出来，一个服务生经过，看到杯啊、空啊，佮灌酒干过来，后壁这段超过一页的长度。好，芭比网听，我就讲这真正是真艺道的小说啦。伊杯啊摕起来，偏偏咧，这个米伊啉甲一喙比一喙佮较歹偏，毋过伊已经收伫内底啊。这是伊的生，伊的死，伊的国话。逐暗敬酒，互伊米入去，毋知人的状态。早起伊困醒，通常过11点啊，目睭皮黏条条，扫甲袂输火烧，较食敢若断去。若毋是靠规暝困伫眠床边的酒干甲茶后，伊人爬都爬袂起来。中昼时，伊面戆戆，酒干伫手边，
听千里无放送。15点开始，伊就正做六树咖啡厅的一台家具，坐到关店为止。无人会阁管伊咧创啥，无鼻仔声叫伊起床。千里无嘛无阁甲念，一礼拜大约2摆。伊会去真理部一间教营业旁远款的办公室做一丝仔工课，听讲是工课。伊踮的单位是某委员会的处级委员会的处级委员会，迄个某委员会嘛只是算袂清的共性级委员会的其中一个，咧处理编辑第11版新港书店所拄到的刷抹问题，刷抹问题，这里可能我看卖到底是啥物字啊呢？伊迄个准的嘛来啊，吼。素食你嘛来啊！我听伊应该是阿妹，所以这段真正是阿娘话落长的长啊哩。我可能我想要看卖迄个刷26尾啊第10抓吼，尾啊第10抓到对迄个什么咧处理编辑第11版新港书店所拄到的什么问题？Subcommittee 哦，这唔是这个卡。There are 4 other 4个可能去头前。然後 it w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ommas should be placed inside bracket or outside 可能是這款 bracket or outside inside bracket or outside brackets 可能是這款這個單位就製作一個叫做臨時報告的文件不過到底是咧報告啥貨伊也毋捌正經了解差不多是到點愛囥佇月賣號內底還是外口這款代誌就對毋是還佫較頭前dictionary 這樣個頂管去做一個我就講有當陣迄種無共語言伊的迄個用字用詞含就是無啥相款嘛 He had been appointed to a subcommittee of a subcommittee which had sprouted from one of the innumerable committees dealing with the minor difficulties that occur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11th edition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They were engaged in producing something called an inter-report. 所以在版的这个问题，刷把问题，一撮仔，一撮仔，就这里是刷刷的刷，有一撮仔刷的迄个音，然后抹迄个抹，所以这个词到底啥无？好，歹势。迄个数字个，你可能是爱踮你家己的头上接受啊，是安怎？我无确定，我是应该甲你邀请吧，还是安怎？是迄个巴比一个嘛，特别特别看影。我继续读咧，因为这段真正倒长啊！吼，我读到350个页，才一个换准直读。吼，啊，试完你若随时有啥物想法，看要提出来分享交伊就免客气啦吼。好，我继续读落去，这段真正倒长。毋知你创啥呢？吼，甲伊共委员会各有4个人。拢是处境含伊类似的，有的日子因集合开会，随搁散会，做伙坦白承认，就无啥代志爱做。毋过有的日子因搁不止啊拼势咧做工课，搬敢若真呢，写会议记录，落长未收煞的清单，会未收煞，较接就是因已经整甲咧整，即马应该爱整啥？这句话真正是，搁读一解哦。较接就是因已经整甲咧整，即马应该爱整啥？愈看愈复杂，好理解。为着一寡定义讲价
讲甲150里，离地走抓，冤家搭桥，甚至威胁要去甲高层斗，刷落来就是元气汹汹出阵，规定为倒啊坐咧，用失火的目睭，我看你，你看我。未输几啊，听到假报晓，慢慢啊消散去。哦，这真正就是，什么网仔骹去关掉啦，什么骹腿毛拍干啦，就是迄种什么问题就对啦。所以，就甲即摆伫网络顶悬，有不遐侪人，真正可能是用派人来咧乱的，反正就是。有才调正经做代志的人，伊的时间若去用砍去，伊就无才调去做代志啊嘛。所以，针对这个物件，就是咱爱较小心细腻吧。我是安尼想。好，这段真正是安尼话，绕长的长。然后后壁这有一句讲迄句讲啥？会袂收煞，较接就是因已经整甲咧整，即马应该会整啥？我看下呀。When the argument sought to what they were supposedly arguing about grew extraordinarily involved and absurd. 这里哪边读？assaultful with subtle haggling over definition. 哦，所以真正是安尼话。无应该是头前这个吧。Making a tremendous show of entering up their minutes and drafting long memoranda which were never finished. 这个袂煞就对啊，对无？这个袂煞，所以真正是无使性命。安尼话，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到底听我咧啥无？继续读落去，吼，这个356页啊，356页啊。我看看一下，若准讲你有时间有人芳，通看英文版，吼。最后一句讲，为师几啊听到假报晓，慢慢啊消散去。Like a ghost fading at cockcrow， 假咧叫，伊讲假报晓，应该是COC是龟角啊嘛，CROW 可能就是咧叫嘛，就是讲，伊可能是一个机制嘛，日头出来的时阵，还是讲迄个日头光的光线有够强的时阵，龟角就会叫安尼啊。Look at one another with extinct eyes， 用失火目睭。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好，来正题换你读，还是芭比有通要读，芭比我要读，芭比读，芭比无读，今年啦，来正题读。哦，千里无念一时啊 ，Winston 头骨举起来，快步啊，毋是，只是换音乐，伊目睭抱来。伊目睭抱内都有非洲地图，顶头有标记军队移动的路线，一只鸟食的箭头对直路南，对路嘛，对直路南吼。一支白色的箭头。水平向东，对头一支箭头的保留切割，亲像要求心安吼。伊个举头看人上迄稳静的面容，敢有可能？迄第二支箭头。根本无存在，伊的兴头搁套啊，敬酒搁啉一喙，白气势。技术吧，什么技术？技还是可能技吧，技术吧。
伊毋是行基里，对无？我这定定也袂晓念。好，白基书，就是念起来。迄讲咱讲的是念甲呢嘛，对无？念是另外一个，对啊，念甲呢嘛，有就是腔口差嘛。白起书念起来，试行一步滚。毋过这步明显毋对，因为一段距离无好自来。伊看到一间垃圾照光的房间，有一顶看白色床大的大顶面床，伊家己是一个9号也10号的查某囡仔，坐伫涂骹咧摇一个就是要念连波啊，连波啊，应该就是迄个连波是啥物？两种吧，一个是银角迄种的连银角啊嘛，啊一个是迄个啥物彩妆hiệu的啥物货？连波，我会记这名，连波啊，连波啊，笑甲足落痛，阿母坐伫伊对面嘛咧笑。迄应该是阿母失踪进前1个月左右的代志。迄是一个好的时刻。伊暂时袂记得巴肚内艰苦的腰肌，较早对阿母的亲爱，搁活起来啊！迄天伊记了真明。外口大雨，规趟道，水từ窗玻璃顶，切流，室内光线铺甲读册都无法，两个囡仔伫暗过话的困房内底无聊甲挡袂牢 ，Winston 开始闹，看规间厝袂爽，甲物件拢乌白刷位，踢壁板踢甲厝边。较壁抗议，较细汉的哭咧、念咧、哭咧、念咧。落尾阿母讲较乖咧，我倒买一个铁道面互你，你会介意？讲了就透雨行去近斗一间也有咧看时阵开的10号店。转来的时，早一个纸房盒，内底是一组蛇体机。推啊推，我是讲推，楼梯的推。蛇推机，伊到呾还佫会记得纸房迄个湿的味，是淡湿嘛吼？对啊，湿，这是湿无毋对。物件足亮光的，基盘有碧唇，细粒的茶豆仔，去甲有够低路。倒无啥会平。无啥会平。Winston 看到无欢喜，嘛无趣味。毋过阿母一支蜡烛点着，这应该是甲电火点倒，毋是点着吧？点倒啦。
伊足歹念的，点刀，这是点刀。嘿，毋过阿母一支若一点刀，伊就坐伫涂骹开始伊啊，食一时啊，伊就痛甲强要爬上天，其里连咪顺徛腿爬起去，有影面啊，煞连咪个胃全身流落来，流强要转到起点，伊个话个笑，伊甲阿母以八局，一人赢4局，细粒子的小毛拼一条长金桃嘛，金桃啊，做嘞。也伤细汉，看无因咧异啥，只是看人笑嘛倒咧笑。因做好，度过一个快乐的下晡，亲像伊搁较早期的囡仔时迄款。好，读到遮。好，感谢啊，真歹读。迄个数字我要救袂起来，我毋知啥物原因。爸比，恁有看到阿 C 下骹一个举手的啦吼？迄个三牛来啊，好啊。爸比，你敢有即本册？我袂记啊。真硬到即本册啊你。志源啥物代志遐？哦，因为我拄仔一直无看到你有起来啦，所以可能我的迄个，若是信号还是网络较无顺，真正看到你起来，你有出声我才有看到安尼。变日文的，啊无改过。因为我的 enjoy 一开始有 language 这个选项，我嘛曾经伫头前1年2年的时候，我家超工改去日文的界面，尾啊，我有家己改转去，毋过1年3年我就敢若看袂到伊迄个 mode 内底有一个 language 的选项，我就找袂到啊，所以。拢是变成日语日文啊呢，这我嘛毋知影，足麻烦的，所以就罔试罔用罔听啦吼。已经读到300多7页即台册啊，因为即段嘛不哩啊长啦。啊，因为我就讲伊精神先生伫处理是家处理甲少数民意的，无讲介好读安尼。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伊后壁剩1页外尔尔吧，较无2页安尼。好，安尼，我毋知迄个啥，数学你要读，还是要换啥物读？好来，互你读完，你有册啊吼？327页啊。上尾啊2段吧，伊是对，公景。伊甲即个公景搬出头壳，这是假的字。这个字有时会来扰乱，假的你知影是假的，就无啥物要紧。有诶代志捌发生，有诶毋捌。伊转来到棋盘，背啥物要安怎读？背奇书吧，应该奇吧。背奇书，个念个念起来哦。即个念也是念啦，有人是读念，有人这应该是腔口差吧？有倒顶年柑吗？系啊，倒顶年柑吗？背奇书跟念起来，算落对棋盘顶写一个写出来，伊带一个背书吧，无拼针，吐入去吧，这是吐啊吐。这支叽嘟嘟袂入，叽嘟嘟，做吐嘛吐入去嘛。背书吧，拼
紧张不去。站内的小吹声传的，床是毋是床？嘿啊，床也是穿衫嘛，毋过伫遮应该毋是穿的嘛，是穿过去嘛。过空气，快步来啊！胜利，便拿小吹伫新闻头前出来，就是要报胜利。规间咖啡厅内底，哪像电流xuất过，连服务生嘛就顿一个，边仔村直在听。小吹声甲声粉的烦恼播放出来，天理无顶一个兴奋的人声咧报消息，才开始讲，就互外口的欢呼引过去啊。新闻哪无法，伫街路已经铺一个搁一个，天理无抱出价，伊无值伊听足真。拄好通到了解事态，正经拢照伊所料发生啊，一大支海上舰队哟。对，舰队。海上舰队秘密为敌军的后阵发动仪式，白箭头对黑箭头的尾流出过，庆祝胜利的话句为什么噪音？对噪音当中蓝蓝闪闪浮出来，大规模策略调动，完美的配合，彻底击倒50万战俘，50万战俘，士气完全丧失，控制非洲军火到中站的距离量的量会掉啊，应该是量会掉嘛吼。到中站的距离量会掉啊，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完了。好，感谢啊。好，来，3年我咧读看，你最后无几段。3年有对着无？358啊，胜利迄搭遐。双脚脚底伊伫伊的地位无刷叮当，搁伊的心底走独步，同外口的群众做伙，欢呼甲家己臭气，伊搁在夜头看大影搁会上。也伫世界顶悬的几丈夫，亚洲大军创龙，可能是冲浪的款吧，是亚洲大军冲浪。冲浪也弄袂到的大山崖，伊想着10分钟，当天才10分钟政治，伊心内也在摇摇。家己对人传来消息，到底是实也是歹？消防局啊，消防局，若是侯阿军，就你朱海部的头一天到达，伊的内地已经改变所规定好点，了伊的改变到即阵才发生。但你无顶的话声也搁在讲政，我看这我家读了是。好啊。后壁应该无啊，应该无其他的人要读啊。政理兵都在后书里露出来，而外口的话喊话。有小花路店啊，重新登去做伊的工作。其中一个搁换进酒干吧，酒干通买无？酒干通买无？酒干来，第二号梦中的威斯顿无注伊的杯仔搁甜啊，伊转去到珠海岛，一切拢受到拍摄。
伊的灵魂啊选较白，伊伫讲新的自主性，交恁所有代志，交出所有人，伊行伫大白太路的行路，感觉行伫头光的一个武装定位对了壁，望伊久的庆子进入伊的头壳，伊搁自行看顶头的大面，用到40冬，伊才了解到迄顶顿树下底读的是啥物款的笑容啊？残酷、无必要的无奈，只怪家己想要为逃离阻碍心怀的流氓，两站正手边的泪为伊领两边流落来，搁无代志啊，一切拢无代志啊，车命冤家，伊已经才正视家己，伊竟爱大兄哥，伊是快死去哦。有可能啊，就是照因迄个像 Oberyn 所讲的嘛，就是甲所有人拢洗来敬爱因的党嘛，啊敬爱迄个大兄哥，啊因互洗遐个人，至少互因感觉讲伊是敬爱大兄哥的某一天才会甲伊处理掉嘛。伊就讲因无爱伊互遐个无同意的人保留无同意迄个想法，怎啊去用单视还是害视嘛？伊就是讲要甲伊洗到讲含因的党一致的想法嘛。啊，毋过就讲嘛，等于是进前无共款的想法，迄等于是污染去啊嘛。啊，污染去啊，就是无要爱就对啊。啊，拢叫因做一寡毋是正经的重要工课嘛，对无？因咧做拢一寡会使消磨性命吼，对无？大概是安尼讲吧，我毋知。好，即个叮当的故事总算到遮煞。当然后壁迄个富略其实，伊就讲后壁富略的第一句，吼，富略的第一句啊，我富略，吼，富略的第一句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 of insight and our English socialism 用话字，所以人就听讲因就咧讨论讲为什么是话字，毋是意字。啊伊迄个中文版就无甲即个话字翻译出来，伊就敢若讲先讲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尔。我嘛是到迄天，敢若当时5月底的时阵，才拄好一个真巧合的机会去现着中文版的。啊，富略迄句就是无甲过去式，无甲话字即字翻出来。即马台文版的就写讲，先讲英俊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所以，伫头前的故事，敢若袂输迄个党所把持的国家是继续持续落去嘛。因伫故事内底就讲，大概2050年的时阵，整个影射国家还是影射即个党，因会使用第11版的新讲的字词典嘛。要毋过，若照361啊，即个富略新讲原理的头一句，伊变成是新讲英俊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安尼就会使看出来讲，海洋国应该灭亡去啊，还是换政府啊，甚至至少换党主持嘛，毋才用话字。若阵讲是继续伫咧进行嘛，因为小说最后壁就是 Winston 算是牺牲啊嘛，伊敬爱大兄哥，相信党的永远拢存活落去嘛。要毋过富略第一句就等于是甲 Winston 最后去用洗做亲相信的迄个世界完全拍破去嘛。
目前当然我是看这个小说啊，甲可比讲周云成先生咧讨论，也是有一寡人咧讨论的，所以我才看出来讲是安尼的结局。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不管有对咧读啊，无对咧读，你所知的到底是有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然后后壁的附录啊，虽讲毋是。伊嘛是小说的一部分，也毋过伊无去影响到小说迄个故事的走向，所以我无确定咱是毋是应该嘛听好读，伊可能2-3点钟以后，可能阁会使读一届安尼啦。伊后礼拜可能要读迄个啥朗读稿吧，或者是迄个王秀华老师的册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或者是今仔日读的即几页有所看到，会使提出来分享的问题，或者是反正你用台语来表达论述的，拢会使提出来讲安尼，有无？敢有咧？拄则有一个啥物韦仲夫哦，尾啊，迄个所在，我敢若会记得是毋是捌伫啥物所捌看到过，我无真深的印象，但是敢若小看尔，迄算第几纸？2、4、6、358页的中啊迄段的尾啊第6纸 ，Big Brother 后壁啊，伊阁变 Big Brother。伊阁再举头看大兄哥的相，所以大兄哥 The Colossus Best， 这真正有够对我来讲，这可能毋是英文吧？伊讲徛伫世界顶悬的韦仲夫 The Colossus 哦 ，COLOSSUS 啦 Bestrode BESTRODE The World。徛伫世界顶悬的韦仲夫，这敢英文？我怀疑这可能是英文吧，还是迄个句法是英文的句法，啊，毋过字毋是英文。这两字我毋知影 ，COLOSSUS 吼啊 BESTRODE， 这个应该是动词嘛，应该是安尼吧。所以韦仲夫应该是这个 COLOSSUS 的款吧，对无？伊讲徛伫世界顶悬的韦仲夫，吼，就敢若咧甲姓蒋的讲做啥物世界伟人民族的灯塔啥物货嘛，吼。所以咱所知的上好的伊就是已经拢看现啊嘛，就遐嘛，就是目前会使找到的文献所记录的上好就是安尼尔，啊，嘛无可能遐尼好嘛，迄就是拢灌水的嘛。要毋过哪来哪侪文献走出来了，就发觉到讲，伊不了一黑暗的面嘛，伊嘛是一个人啊，伊嘛是一个活跳跳的人。虽然讲已经即摆已经死伫遐变喇嘛嘛，要毋过伊过去所做的代志，就成做一个历史的记录嘛。所以人教毋值得天做对头嘛，只是伊嘛是享尽荣华富贵嘛，规世人伫台湾遮算讲过啊足爽的日子安尼。就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还是咱过来，来请讲。我读一个迄个355页，迄个355页，啥物货？你讲。因为我毋知你有册。信号无啥有歹势，我毋知你有册，我就知你拢读过。哦。355页倒位？伊是啊高音页，迄个中间有一句。哦，有一个高音页的所在，嘿。高音页。袂当甲迄个部分相替换，嘿啊。部分甲音页，音页可能是 dust 啦，啊，土粉可能是soil。我咧猜想，
我看嘛伊个迄种诶，啊，伫遐中海搭遐，伊会去真理部一间教营野爬远款嘛吼，所以即个是355个啊，中海迄搭遐，因为对我来讲，营野甲土粉的真差，一个是 dust， 啊，一个是 soil， 可能是因为迄个 soil 啥物货安尼，我来看伊的英文是安怎讲，所以顶悬几纸啊吼。教营野无够点，大约一礼拜2摆，一礼拜2摆6手遐，算6手下骹。Perhaps twice a week， even the dusty 嘛，伊用 dusty 啊，就是教营野啊。啊，所以涂刷粉甲 dust 应该是无共款的物件。dust 中文是甲伊翻译做灰尘嘛，所以我对中文来讲是灰尘，啊，然后你要看觅灰尘是啥物色的，免加想嘛。要毋过伫日语内底啊，因为 dust 敢是用另外一字，然后有一个综艺节目就咧问讲，为怎样迄个 dust 是朴实的？为怎样是朴实的？啊，然后因就去做实验模，就是架设一个迄个啥缩影摄影机，啊，就一阵可能满2个人一个人我袂记着，就是淡仔生活。啊，敢若经过1个月啦，啊偌久，反正拢无去摒扫，超工无去摒扫，啊尾啊，就去看是哇，真正是朴实的。啊，迄个时阵我看，啊对啊，灰尘毋是朴实的，无啥物色的。啊尾后才想啊无啊，人日文的迄个 dust， 毋是参像咱中文所理解的灰尘。啊，灰尘毋是朴实的，无啥物色的。灰尘不是灰色，不然什么颜色？啊，不然怎么叫做灰尘？尾啊，因迄个节目中佫超工去做另外一个实验，就是甲所有的物件，佫讲尤其是啥衫，啊佫啥，伊就去甲伊换做红色的。佫讲超工用啥物红色的杯啊，红色的普利洞，红色的碰车衫，红色啥，反正规厝间拢全红色就对啊。啊尾啊嘛共款做迄个动作，一个你咧哇，遐阴影拢变红色的。啊，所以即个教营野，因为讲 he went to a dusty forgotten looking 嘛，吼，伊讲啦，教营野爬远款，啊，所以教营野 dusty， 要换做涂刷粉，敢会使换，或者是敢袂使换？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意见，因为涂刷粉，你是毋是？你讲？我是觉得讲，比如讲有一个华语讲样嘛，咱台湾话当讲做鸟啊是象，啊佫有迄个做啥？一个词会当伫台语有真侪款的讲法啊，就是当然嘛是袂当替，敢若袂当替换款。伊象甲鸟即个代志，伫英语含日语拢是共，敢若共，我记敢拢是共一字。可无英语就是敢若啥 ITCHY 了一字。啊，毋过对咱台语就分啊足清楚的嘛。你到底是象还是鸟嘛？你是起凊毛，还是去互网定着嘛？迄是无共款的感觉嘛。啊，所以像迄个啥，旧年也是准年，可能是旧年吧，2025年4月，迄个因甲迄个一个感觉分离出来，就是叫做啥？酸觉 （conception）。因为对咱来讲，疼甲酸疼迄是无共款的嘛。那会讲啥物啥？酸骨轮疼骨肉，酸骨轮疼骨肉，迄是无共款的感受嘛。啊，因讲因西方的社会，
拢是用 PAIN 来处理。啊，敢若是 pain， 啊，我就拢互你食 aspirin， 互你止痛药啊。啊，所以因若是可比讲迄个啥，筋肉扭着嘛，肌肉拉伤。当然，你迄个肌肉拉伤是会痛，伊就你肌肉松弛剂。但毋过有当阵你若什么运动过多，吼，迄个乳酸吼，乳酸累积的时阵，迄就毋是痛啊。啊，敢若毋是痛，安尼伊是毋是你伫处理的时阵，就无法度，今仔日进前无法度对症下药嘛。啊，无法度对症下药，就等于是以健保来讲嘛，是一种无彩啊。啊，所以2005年伊甲酸痛迄个酸，甲伊分离出来，啊，用台语的开口去创设一支 Sensation，SNGCEPTION，Sensation， 含迄个痛吼 ache， 就甲分开无共款啦。啊，所以拄仔志源所讲的，台语的猫甲上是无共款的意思嘛。啊，355页即个咬银鸭，敢会说讲咬土沙。虽讲银鸭伊嘛是土字旁嘛，啊，我之前看迄个找台语内底，爱台语内底伊是甲土沙对应的中文有一个是叫做灰尘，无毋对。所以是毋某一种程度来讲，有当阵伫一寡所在反射，会使小替换。啊，只是伫小线即搭遮，伊的英文是 dust 嘛 ，dust 嘛。啊，伫迄个经理部迄个办公室，吼，迄间办公室是搞营业个爬远款，啊，敢会使讲搞土沙，啊，你看起来反射会使哦。土沙应该是较野外空旷的所在，办公室内底较袂有土沙，对无？所以当然 ，dust 对台语来讲，就是拢讲营业较侪吧。啊，若是讲土沙，可能就是咁啊风背沙，也是你离迄个叫做野外工地，系工地，就是讲，因为你若伫相对较市内，啊，恁迄附近佫无遐尼侪工地，也是车辆无遐尼接咧出入，因为你真正要找着，佫要讲诶，500公尺范围内拢无土沙粉啊，实在是太困难啦。啊，毋过迄营业诶部分是，你只要有人有咧活动，有咧穿衫，有咧刷刀啊，是啥遐，伊就有一寡迄幼幼诶物件会走出来，伫空气中摇摇飞嘛。啊，迄个物件就是营业啊，伊袂是土沙啊，对无？啊，办公室就是有可能，摒扫诶频率无遐悬。可比讲，你要做到中文话讲什么一尘不染，我可能一工爱摒3摆。哦，无你超过一工，可比讲，迄个啥，下早一困开，啊你昨是要困进前摒扫，啊你一困起来可能8点钟，况且你去一寡所在去摸，就随顶悬可能卡着一顶薄足少诶，可能敢若摸着3支迄个什么，哇，迄纸你若挑甲伊戳哇，伊嘛是有一寡纸诶纤维会走出来嘛，啊，迄就是算营养一部分啊，迄就袂是土沙粉啊，对无？你纸你戳还是甲伊，要安怎讲？用做糊还是啥？迄嘛是属于营养一部分嘛，伊就是 dust 啊，伊毋是土沙啊，所以对遮术士所讲诶嘛是有可能，就是讲，你迄个环境是伫对，啊，较晏什么所在，所以倒来小说遮，伊讲营养，我感觉就是 dust 嘛。随便讲，找台语内底，迄个爱台语，伊甲灰尘含泥土拢用土沙来代替，就讲会使安尼，伊的即个爱台语内底所提供是会使安尼对比啦。啊，当然本正就是讲无共的语言，伊迄个伫描述的时阵就无共款嘛。就讲，我就讲可能迄日本的综艺节目就问着讲为什么 dust 是铺色的？为着要求答案，你都要去做实验。啊，对咱中文就讲，啊，就灰尘不是灰色，不然什么色？
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感谢志源提出即个问题，感谢素食甲咱分享有即个精彩呢。啊个，我先你讲，迄个，迄位朋友敢若是读做阿西吧？哦，阿西对，嘿，阿西对，阿西嘿，我知，我知。安尼，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要读新港原理无？是23点钟以后才来读，读济读少就准过安尼。因为迄个新港原理伊后壁是咧讲啥物 ？A 类、序类、B 类、序类、C 类、序类遐，其实除非因为迄个啥，因为伊最后是甲美国的独立宣言，甲伊等于是敢若改写啦。所以我就讲，迄个新港原理是含小说的本体应该无算影响，就是只是我的看法是讲，伊只是要改造或者是缩减，还是缩小因的人民去思考用的字类尔。敢若故事上下表就是迄个 Winston 去用什么5万真久的庆忌进入伊的头壳，结束伊的一生。然后最后伊是敬爱即个大英哥，然后故事到遮煞。只是用新港原理来看，就是其实迄个角度就消灭了嘛，应该是安尼。好，安尼，咱是毋是会使来压尾？你会啥物事？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真，我毋知迄个数字阿 C， 你有一本册无？还是志源毋知你有无？我我即马找袂着，我就是搬厝啊，我的册全部拢伫纸箱仔内底。毋知藏去佗啊？对啊，有够侪册。毋知藏去佗啊？所以，若准讲即个时阵是电子版的时阵，就袂有即个问题咯。听起来是安尼。对啊，是安尼无问题啊。好啦，安尼你就听阮读，看有啥物想法看法，才提出来分享交流安尼。好，安尼是毋是迄个啥？准着先帮咱开头，秋情啊。毋是秋情是秋情嘿，秋情。秋情的味是咯，小路的相思，当一边为鹅埋，无共城市，惊阮的心意伤车夜，都含家己约束，爱一句话，因鹅牛真水呢，煞丢度，拄拄。规工画读的对话轻。好，感谢。安尼，三年要先读无？几本书特殊性，老师也会使去啊，等下就会使读。秋情的美是路，小路会相思。共一边外牌，无共城市，惊阮的心意受车呀，着含家己约束，爱一句话为止，因暗。为牛真水呢，煞丢伫你开工陪读的对话轻。你若甲规工读对开工安尼，伊也无 H。对啊，我哪来？你有哪种你会家己会加减迄个字母安尼？规工。可能迄个啥，别所在就怎直接甲你规工的走出来啊。好来，我读一个吼，秋情的美是路，小路的相思，
共一边的月霾无共声市，惊阮的心意伤青影，就含家己约束，爱一句话为止。阴暗的月娘真水呢，雪丢丢，伫你规工未读的对话倾，未读。伊的腔口，我就讲伊的一寡腔口字，我不哩也无相像安尼，就敢若我读得丢丢，伊是读丢滴安尼，吼啊，我是读未读，伊读未读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即个秋情，伊即个当然是，我是自细汉就捌听着过，当然到正式学台语文才知嘛吼，啊然后。伊就是2点嘛，伊毋是3点嘛，3点的是另外一个词嘛，敢若是啥青秋哟。毋过目前字书店无收青秋即个词，我敢若捌伫咧啥物人的作品内底看到。啊，比较起来，可能秋情即个词伊的迄个啥，用的范围敢若较宽，因为原底是敢若咧讲就真舒适嘛，可比讲。就讲秋天嘛，可能或者啥，中文化讲就讲啥初秋哟，还袂到深秋啦。因为你若深秋就差不多10月底啊，甚至那早月初八就是立冬啊嘛。啊，立冬是立冬，抑毋过原仔算秋天，啊无真正冬天。啊，所以你若中文化伊讲啥物深秋的时阵，可能差不多10月中下旬嘛，因为迄个时阵。迄时可能山顶的枫仔叶开始泛红啊吧，啊，所以秋晴大概我咧猜想，凡是10月初，而且是9月底，啊9月底有当阵啊，佫有一个什么秋老虎哟，日头突然甲你抹起来，哦，真正热甲袂输那热天呢。啊，毋过迄个无，迄个时阵当然无算秋晴嘛。啊，毋过若准讲卖迄种雄安尼规个反热起来时阵，秋天其实是不哩舒适的啦。啊，所以就是会讲秋情嘛。啊，这是阮自细汉听到，就是听到因大人会淡仔咧，不管是互相口说，也是安怎，就是讲啊，你搁去倒秋情啦，吼，啊是啥物？啊，你即摆代志做煞咧秋情啊晓，吼，所以就是变成讲，原底秋情可能只是咧讲天气的迄个凉爽，还是舒爽的程度，还是舒爽的状态嘛，爱着甲延伸做讲。有啥物代志做煞咧凉啊，吼，还是讲啥物口说别人讲去倒位落痛还是啥呢？啊，当然，伊即个李慧闪是就直接讲嘛，形容风也是天气清凉舒爽嘛，啊，延伸出来就是纳凉的行为嘛，看起来是安尼嘛，啊，这是你讲天气的时阵，这是比如讲寒天啊，是热人。迄时阵嘛会当讲秋天，还是专门是？无一定是秋天，应该是可比讲，我的感觉是，可比讲寒天时啊，吼，可比讲10月中下旬，甚至12月啊，啊，总是有当阵啊，虽讲讲是寒天，若阵讲日头有出来，寒天时啊，可能若当寒吼，可能20度以下，甚至到15度。抑毋过若阵讲即个温度有日头无落雨的时阵。迄嘛真舒爽啊！啊，所以我感觉秋晴即个词应该毋是专门伫咧讲秋天即个季节。若热天时啊，可比讲诶乌阴天，当然热天诶乌阴天，敢袂使讲真秋晴。我感觉应该是会使。虽然讲即个词有秋一字，抑毋过我敢若无即种讲爱甲秋晴即个词专门用伫咧秋天，或者是若阵讲你有搁较好的词去形容，当然用迄个搁较好的词嘛。啊，若暂时想袂到的时阵，我就摕出来用啊。反正我就讲，即个词已经变成讲，啊，你搁去倒秋晴啊，还是你代志做煞咧秋晴啊呢？啊，若拄着天气啊，热天时啊，可比讲诶，打落雨过，本正热翕翕，落雨过是毋是会较舒爽一寡？还是无？迄安尼其实无，热天敢若无大呢，敢若颠倒冬天较我大，就是温度低低啊，啊毋过有日头出来，
烧落去，烧落，啊，佫袂感觉热，啊，因为嘛袂寒，对，因为伊讲，欧洲的角度，敢若是讲，咱较舒适的温度是咧25度至28度哟，还是20度到28度，我袂记起。啊，所以寒天时啊，若准讲迄个气温是18度，也毋过无落雨嘛吼，若落雨落去，可能气温18，感觉就剩15度。啊，若无落雨，18度的气温日头照落去，可能就20几度啊。啊，你衫免穿甲伤侪，反正小可会使挡一下风一下是啥？啊，日头照落去，你就感觉真爽爽啊！我是安尼想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对吧？也是你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我毋知呢，我生活中毋捌听到用即个字。生活中啊，所以因为我听到拢是迄种敢若人生的语感啦。到底有收即个词，伊就敢若讲是啥物？伊敢若嘛无人生的意义哦。目前敢若我会记，请讲来，准你讲。台语大事件三个意思，第一个凉爽，凉爽，第二个纳凉，第三个辛苦爽快。哦，辛苦爽快，所以就是无一定是什么季节、秋天之类无嘛吼，所以就是你只要心理上的感觉就会使准啊嘛，对无？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啊，伊是2点嘛，所以有当时有诶，若无写过、无写惯势的人，可能就是要怪去。尤其迄个啥，有一寡字嘛是敢若2点嘛，啊2点的时阵就较袂注意，就想讲大部分字拢3点水安尼啊。志愿，佫有啥物其他想法看法？我毋知你有一本册无，我毋知，歹势。哦，我是头拄咧听着恁讲迄个秋千。我捌听过人伫后壁加三字讲啥物秋千阁无网，秋千阁无网，吼，就是，秋千阁无网，我毋是真有印象咧，毋知。毋是迄个网啊，网就是对啊，盖数字的一个就是嘿啊，因为尤其迄个啥，讲中秋节的时阵，因为中秋8月15，其实即摆可能真正。就热，我记我足细汉的时阵，中秋的时阵其实会小可凉啊，因为高秋敢若是8月初8嘛，对，立秋啦，立秋是8月什么初8对啊？立冬才个初8嘛，啊立秋就是8月初8嘛，啊立秋书本讲是立秋，秋天还未来，只是甲你讲要来啊，所以立秋8月初8是还佫会热。要毋过，佫过一礼拜到咱人8月15的时阵，因为咱人8月15，头先我9月啊嘛，对啊，立秋是8月初8是新历嘛，所以等于是佫过一个日了，迄热的程度可能就无参像热天热甲会插，足赤夜的，啊，所以有可能就是到迄个时阵，网嘛可能真正会较无吧。如果我细汉时阵，可比讲。中秋节去阿公阿嬷因兜，就是暗时，就是油仔摕出来刣，月饼摕出来食，然后囡仔人就伫边啊听大人淡仔咧泡茶开讲嘛，啊，就因一群大人可能我们3、5个、7、8个，反正围伫遐，围伫设立桌啊遐啊，咧泡茶开讲啊，当然食月饼食油啊，啊，有当时可能佫买一寡其他细小啊吧，啊，囡仔人就是。大人油仔刣好了，就8万2万去食，啊月饼可能一粒一块，就切做几周，还是反正就切就对啊，无可能真正一块摕去食，不管迄块偌大块啦。较早拢无，像就即马拢丢梨啊，拢一喙一粒迄种无啦。较早拢一丸还是一坑一大坑咧，拢伫遐切的嘛。啊囡仔摕物件去边仔算食呢啊，啊大人要开讲啊，还是有当囡仔要听大人开讲，就徛咧边仔听看。啊，迄个时阵。就袂有感觉真侪网啊呢啊，有可能是拄则志源所讲的啊，就是秋千佫无网啊呢啊，有可能即个状态啊。啊，即马莫讲中秋会佫足热，就甲你讲，甚至到10月啊，有当阵嘛佫20外度嘛是有啊。尤其迄个啥，你讲啥？
地球暖化，吼，啊，个什物一寡气候的变迁，真正真严重啊！好，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各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准备会使帮咱压尾啊？吼，敢若有一个超群的作品会使甲大家分享啊？我一个波的西北河，他打理想的艺术，暗里求情，一样的光景适合，甲少年时阵的当兄，我知道，那行好无好，感谢准地甲咱分享。反正我就讲有一寡词，就是你若有一寡想法，甚至佫要讲半暝啊梦着嘛无要紧，或者是清华教授讲的，伊就是咧要迄个啥激头壳的时阵，就是下早甲激出来安尼。所以这真正是一种或者啥大脑的活动效。就讲你看一寡词啊，你去就迄个词去生出来一寡含伊有关系，或者你挑工要含伊无关系嘛 ，OK 嘛，反正就是一种激头壳的活动嘛。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种磨练吧，应该是安尼。安尼啦，23点钟以后，可能就是迄个1980迄个新港原理，可能网读啦，看会使读挂是安怎，或者是时到自由开讲嘛，拢 OK 啦。反正1980的小说就是算遮主要迄个故事主角啥就拢结束啊嘛。啊，新港内底袂去讲到人嘛，啥物人搁安怎，伊计是讲啥物就因官方的角度伫处理遐个字是安怎尔嘛。啊，即个部分当然。对咱外国人吼，至少英语毋是我的母语嘛吼，迄英语拢是尾仔才学的嘛。啊，伊用英语咧讲遐个物件时阵，若阵讲无台语文通好看吼，要看英文我就讲，可能我真正无才调。啊，毋过我感觉张先生咧处理的时阵，伊的手路是咱会使小参考也是学习啦，我是安尼想。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0，算讲。8到尾啊，吼，佫剩一chút啦。咱23点钟以后，再佫来读过。今仔日感谢台顶的朋友做来读了，感谢台下的朋友听咱顶管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